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这真正是台南美食的特色。就参这个润饼糕，嘛会当来调整到甜度。台南一间在地60年的老店，因兜咧卖这个润饼糕，有8种的甜度会当来选。讲上界甜、超级甜的是掺2%的糖，也就是比正常加出着2倍糖。啊，要买这种的甜度，还阁另外加5块哦。这个润饼糕嘛会当来调甜度，是引发着热烈的讨论。润饼皮先铺一圆糖出来，搁用高丽菜、2皮红地豆，要有肉放好了，搁来一汤匙的糖，这个润饼糕真正是有够甜。它超甜啊，所以要这样下都加才会好吃啊。连润饼糕卖当经甜度，台南一间在地60年的老店，卖润饼糕就8种的甜度会当经。为单纯敢若土豆粉无糖的，要迄个一半糖的，甲正常糖的，也有迄个120%的蔗糖，上济就是超糖的20分糖的，还阁另外加5块银。喜欢吃比较甜，然后春卷就是要甜才好吃。真的要很多糖，那只要加钱，我们就会帮他加到他要的量。去其他的店，甜度嘛会当随消费者的介意来做调整。当然就是讲求健康，所以都吃微甜。你可以2匙，甚至更多都没关系。然后就是半糖，然后少糖就1/3，然后就微糖，微糖就一点点撒在中间，然后就是不加糖。台南人讲是全糖的都市，袂少外地游客伫当地食物件、啉饮料拢感觉偏甜。有很多黄地豆，还有糖粉。电视剧《俗女养生记》女主角嘉玲研究的时嘛，要求食真蔗糖的润饼糕。这个润饼糕嘛当分这个甜度，这嘛变成台南美食的另外一个特色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